出面大部分 App 淨係識改文法 ，Alice 會行多4步，幫你建立真正嘅開口自信。同外國人講嘢一緊張就直譯，甚至唔小心發音錯咗，想講 interest， 點知講錯咗做 interest。Step 1， Alice 會睇埋你前後文 context， 1秒就明你真正想表達啲咩。Step 2， 乾淨利落，幫你執正句子，冇晒繁複嘅文法公式。Step 3， 幫你變回地道講法，學英國 local 真正會講嘅日常表達。Step 4， 幫你詞彙一齊升級，用一啲更精準、更有 impact 嘅字。由講質變地道到升級 ，Alice 將整個學習閉環帶入你每一次對話。主流 App 改完錯字就完 ，Alice 就會帶到你講得好似 native 咁自然。每日一小步，累積真正進步，隨時隨地，零審判壓力，想練就練，唔使再靠估，即刻下載 Alice AI Tutor， 開展你下一次對話。